市場嘅機會呢，一閃就過噶啦，只有眼光獨到嘅人呢，先捉得住商機嘅。好多成功嘅人物啊，好似小米嘅雷軍啦、DeepSeek嘅劉文峰等等，一睇到市場嘅需求，就果斷咁引入新產品、新技術、新思維同埋新策略。而家大健康領域潛力無限，大家越嚟越注重健康、保健、美容、養生、防病、抗衰老啦，同埋病後康復，個個都係好有潛力嘅賽道嚟嘅。想喺大健康產業成功呢，一定要捉緊機會。如果你識得自然養生，就做自然養生咯；如果你擅長推廣銷售，就專注拓展市場啦。同時呢，要跟上時代，用 AI 工具喎。AI 數據分析工具呢，可以幫你了解消費者嘅健康需求，精準咁定位市場。揀啱咗大健康賽道呢，善用 AI 工具，你嘅成功機會就大大增加㗎喇。捉住呢個機會，大膽向大健康創業之路進發啦！